今日我想為大家舉一個例，梁振英答應向長者發放2200蚊特惠生果金，佢又想走數啦，要設置資產上限186000蚊，呢個數實在太低太危險啦。有啲公公婆婆可能之前買咗個骨灰龕，而家都值幾十萬。咁如果佢哋一申請就會犯法，就要俾人拉去坐監，所以係極之唔合理㗎。而家全港嘅議員都話反對，但係佢哋會做啲咩呢？係冇，呢件事4年前都發生過一次，生果金加到1000蚊，要入息審查。毓民向住一個空位掟咗一隻蕉，入息審查就取消咗。人民力量嘅候選人入到議會，我哋會用一切可行嘅方法同埋手段，令到政府撤銷生果金嘅資產審查。國民教育，我哋一樣會咁做。我哋嘅抗爭係會成功嘅，反網絡23條同埋5C14局方案係最好嘅例證。人民力量嘅議員只要多一個，香港就多一分希望。請投7號人民力量陳志全、袁彌明一票。